后来即卖已经进入到热天观光游览的大月，南投县大埔里地区的观光产业联手合作推出活动。 活动主题分享大埔里地区特色农产品主要食材，各大餐厅业者推出适合热天和清爽口味的美食料理。所有的主厨呢，展现他们最拿手的这个厨艺，而且也推展了大家来到我们大埔里地区的住宿以这个旅游。迎接热天旅游大季。 大埔里地区观光协会主导串联地方观光产业、加甲大等等业者，举办观光推广活动，主要以在地的特色美食结合产业深度旅游，让要来埔里观光的人呢，他呢不用太伤脑筋，他可以知道说，哪边可以吃，哪边可以住，哪边可以玩。 希望借由这一遍的推广活动，邀请全国游客来到大埔里地区观光旅游，体验丰富的自然风景和人文产业特色。